好不好听？好听吗？好听。不要骗我了。流不流行？很流行，可是很像泰国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不要否认嘞。嘴巴太甜，小心会长蚂蚁。就那时候我写完了，我很开心哦。我就写完，哇，这首歌实在太棒了，因为它既有一些流行的气味，可是我用阿美族语来唱，就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味道。就是那时候想象，就是日文的歌手来台湾，或韩国的流行歌手来台湾，大家听不懂日文，听不懂韩文，可是大家都会哈韩哈日。我觉得我应该也有这样的机会，但是没有人听过原住民阿美族语的流行音乐会变长什么样子，我就先做出来了。我说我好开心，我写完这首歌，我就放给我老板听，因为我很想要做这样有一个具有原住民风格的流行音乐在台湾啊。他就希望老板给我投资我，让我发这张唱片，就放给老板听。听完之后，他跟大家一样傻眼了，就很好听，很好听。怎么那么像泰文这样？是阿美族语啦，说干嘛要写成阿美族语？你为什么不写成中文？然后卖给温岚，卖给蔡依林，你都赚钱啊？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的心情。我不知道，我最坚持的那件事情，然后被老板否定了。可是他否定也有他的理由，对，没市场，风险太大。你写成中文，写成真的有机会赚比较多的钱，跟写母语那个几率完全是等于零，因为出唱片已经不赚钱了。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分析的那些大家想象中的版税，可是事实上也没那么多。然后怎么办？我很想做，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机会做，我没有那个资源让我去做。但是我觉得我不想放弃，所以我于是找到比较简单的方法，我就回去我的部落，看到我的弟弟妹妹，他们还是很喜欢跳街舞。可是他们跟我一样，就懵懵懂懂，对于文化的事情就是似懂非懂这样子。在他那个年纪，就是我国中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样。那我希望用这种歌，他们其实也很振奋，因为他们没有听过，而且他们很愿意跳这首歌。那时候当下就跟他们承诺说：“老板，哥哥出钱来拍 MV， 我没有钱啊，我用最简单的方法，我找了一个摄影师的朋友，然后有点用骗的啦。”因为他们对很多同学都对原住民会很好奇，我都会打电话问他，你要不要来参加丰年祭？事实上没有丰年祭，你知道吗？来啦，台东啦，很好玩的，这个很多年轻人，其实都是要拍 MV 的小朋友。来啊，快点啊！然后同学可不可以改天？没有改天了，我们明天就丰年祭，你明天就要下来。他就很难的就做了决定，真的有摄影师下来了，然后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这支 MV 拍起来了。请记住，这是电音哦，可是 MV 画面都是自然风景。有美少女出现喽！你有没有看过在茅草屋前面跳街舞？
这是剧情安排好的，很难的。有没有看过穿拖鞋跳街舞的？我觉得在太平洋跳街舞很帅，帅啊！也有不会跳街舞的，也有。这是日出哦，太平洋在东边了。我们凌晨5点、6点那边等太阳跳街舞。